塔羅占卜客戶邊度揾？好多人跟我學塔羅，對於成為占卜師都好有興趣。咁究竟喺邊度會揾到塔羅占卜嘅客戶呢？今集決定同大家分享一下。通常塔羅占卜師可以透過以下呢三大途徑獲得客戶嘅。第一就係朋友啦，如果朋友認為你嘅占卜服務幫到佢，當然都有可能成為你嘅忠實客戶啦。但通常由於係朋友，所以初學時你免費幫佢哋占卜會容易啲。但由於朋友數量有限，通常一開始當體驗嘅話都唔難，但後期成為持續幫襯你嘅客戶就唔多啦。而且咧，有啲秘密朋友可能唔想你知道喎，所以只係靠呢個途徑嘅話就唔係太建議啦。第二係朋友介紹朋友，呢個方法會好過只係靠朋友，因為朋友數目係有限，但朋友肯介紹客戶就會多好多啦。不過以香港本地文化嚟講，好多人怕麻煩都唔太中意主動介紹朋友，除非咁啱朋友有需要，成件事就變得好被動同埋數量唔穩定。除非你嘅朋友本身好多，或者你會經常不斷咁擴闊自己嘅圈子。第三，網路。免費占卜吸引新客體驗之後，再成為你嘅付費客戶。我個人認為呢個方法最可行嘅，因為網絡客戶群會係最大最多，唔擔心冇客戶。不過問題就係市場競爭大，由於做占卜師門檻唔高，好多人以低價吸引客戶，所以你要持續學習提升自己，就可以不斷建立對你信任嘅客戶，然後再成為你忠實客戶，咁生意就可以持續啦。要俾多啲人認識你，就係學習營運好自己嘅 IP 品牌，包括設計圖片、影片同有質素嘅內容，多途徑發放，例如 IG、Facebook 同埋落廣告等等。通常跟我學習嘅學生，我上堂時都會教佢哋點樣網上揾到客戶嘅，所以唔少學生甚至未完成課程都已經成為占卜師啦。大家如果仲有乜嘢問題，歡迎問我，記得追蹤我香港專業塔羅協會會長 Manny 嘅 IG。下集見。